刘芳村讲师在台北各宫讲解的三教经典声音、讲义、文字、图片分享的网址 https://onebrive.live.com 中庸讲解声音档下载的网址 https://onebrive.live.com 大学讲解声音档下载的网址 https://onebrive.live.com 刘芳村讲师在台南同义宫讲解的三教经典声音、讲义、文字、图片分享的网址 https://onebrive.live.com 刘芳村讲师慈悲解说的经典精华有六祖坛经、道德经、楞严经、金刚经、章拙悟道记、明心见性、行而上谓之道，行而下谓之器，常住真心，万缘放下，如是我闻全部都有很详细解说性理心法。如有需要的前贤大德，可以向台南同义宫索取 DVD、CD、MP3 资料，还有国内外网路都有免费网站点阅下载。台南同义宫电话06-590-1956。2影音网站 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site/cooks 费